OK，今日同大家探討一下 DJI 新出嘅 Pocket 4。咁首先我簡單睇咗下佢啲簡介，其實就冇乜最大嘅更新，最主要嘅更新就係多咗個 LED 燈。咁其實嗰個 LED 燈咧都幾有用嘅，因為如果你平時裝配件嗰啲 LED 燈咧，就喺個手柄嗰個位置左右。咁但係打出嚟嘅光會好奇怪嘅，即係如果你燈光喺個攝像頭上邊嘅話咧，個光源正面嘅角度會比較好好多。咁但係主要嘅參數啊、功能嗰啲基本上都冇乜點改動噶啦，因為畢竟 Pocket 3嘅時候已經基本上都完善晒嘅。Pocket 4其實嗰個購買力咧，我覺得就麻麻地嘅，即係倒不如佢出咗 Pocket 4之後，反而買 Pocket 3嗰個性價比仲更加高啲。咁佢喺發佈咗 Pocket 4之後咧，出咗一條 Pocket 4P 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好明顯睇得出噶啦。又係1英寸，咁係雙攝嘅。另外嗰個鏡頭上邊寫住3X，應該就係個主攝20焦段再乘以3，可能60左右咯。咁唯一比較吸引嘅就係佢有雙鏡頭咯。畢竟你雙鏡頭嘅話，拍 vlog 啊嗰啲會好好多嘅。咁嗰個長焦鏡頭係咪必須咧？我個人覺得又唔係必須，因為 Pocket 太細部啦。即係如果你拍特寫少少，其實你懟埋啲就得噶啦嘛。因為你部機細，其實懟埋去拍嘅話，其實都好方便。咁就睇下佢個長焦鏡頭有冇啲咩大光圈啊嗰啲咯。咁但係如果佢咁出嘅話，我覺得係差，因為即刻出咗條4P 嘅預告片。即係如果真係想買 Pocket 4嘅人咧，佢會再觀望一下先咯。即係如果4P 同4嘅價格相差唔大嘅話，應該多數人都會揀4P 嘅。咁所以嗰個4出得，我個人出得係有啲尷尬。咁畢竟呢啲係公司嘅營銷手法。我就唔太給予評論啦，因為我又唔識呢啲營銷手法，即係對於我個平民百姓咁樣普通嚟睇咧就差咯。咁可能佢哋有啲專業嘅數據啊，而作出呢一個決定嘅。咁其實 Pocket 呢一個系列咧，做啲咩大嘅可以進化咧，其實應該都冇噶啦。即係反而愚人節嗰陣時 ，Insta 360出咗一條 Pocket 嘅愚人節片，如果出到嘅話，我會覺得比較期待，因為佢嗰個雙攝係可以旋轉，將佢整成360度，即係可以直接影一個全景嘅畫面，好有創意嘅。不過可能實現難度會比較大啲，因為兩個鏡頭嘅穩定啊，喺個雲台上邊穩定啊，同埋因為鏡頭係錯開咗嘅，嗰個算法咧，又要係一個新嘅算法重新計算，所以嗰個技術含量係比較高。咁同埋 Pocket 仲可以點樣進化咧？我突然之間諗到咧，就係將佢個雲台可以拆啊，即係同大疆嘅無人機做一啲聯動咁樣咯，即係變成鏡頭可拆卸，咁可以插上個無人機度。咁你唔用無人機嘅時候，又可以插上個 Pocket 度，咁樣調轉嚟用。因為其實無人機呢一塊依家國內嘅規定越嚟越嚴啊，所以肯定會影響大疆嘅銷量。即係起碼我呢啲做拍攝嘅人，我都冇乜意欲去更新飛機啊，因為個申報流程又唔知一嚟唔知成唔成功，二嚟又好麻煩。即係好多時候申報嘅話係拍攝前一日或者拍攝當日先至有嗰個結果話通唔通過。咁其實呢一個申報咧係好影響啲視頻工作者嘅，咁所以佢嘅飛機業務應該會大跌嘅啦。咁如果佢可以將 Pocket 咁樣切換嘅話，咁其實會唔會可以改善到無人機嘅銷量咧？嗰個就真係唔知啦。但係我覺得係比較創意嘅嘢嚟嘅，即係起碼我嘅設備成本唔使太貴先咯。咁但係作為廠牌商業資本考慮嘅話，一般都唔會實現呢一種方式，除非真係市場捲到冇得再捲咯。咁同埋如果你唔係真係好常用咁樣日常記錄嘅話，或者攞嚟工作嘅話，Pocket 係咪真係需要咧？我個人覺得又真係唔需要嘅，因為我見到依家市面上有啲旅遊景點咧，佢已經有得可以俾日租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你淨係旅遊嘅時候先用先租嘅話，咁其實唔需要咁大嘅投入啊。咁所以總結一下，今次出嘅 Pocket 4，其實我覺得就觀望下先咯，等佢出咗4P之後，先再比較，再根據個人嘅實際再考慮買唔買咯。畢竟依家所有嘅電子產品都係性能過剩嘅，你用唔晒佢所有嘅功能。所以係咪必要升級啊？係咪必要買咧？其實係需要斟酌嘅一樣嘢嚟嘅，因為畢竟網絡
嘅片多數都係俾情緒價值你，會點講點樣好，但係好少人講唔好啊。我平時網上邊睇電子產品咧，我都一般睇啲唔好嘅地方嘅。對於好嗰啲，基本上個個都係咁講嘅，其實大同小異。今日嘅分享就喺呢度，得閒吹水。